到地后。故事总说得好听，但谁能果断出走？人类的意志其实很容易受够，放弃那些太遥远的要求。嘿，有没有兴趣一口饮下小药瓶？反正不过是孤单的生命。我们之间有着无法磨灭的差距，像演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。但我甚至没有资格试图诉家具，只能唱着不知所以的歌曲。那句挣扎的致辞，别无所求，抱住了一颗种子，却不会开花结果。残存的希望闪烁中暂时脆弱，经受熄灭，反而是种解脱。嘿，有没有兴趣一口饮下小药瓶？反正不过是孤单的生命。我们之间有着无法磨灭的差距，像演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。但我甚至没有资格试图诉家具，只能唱着不知所以的歌曲。